2011全市合并了后，为了落实地方文化平权，市府文化局便开始筹办艺术禁区活动，将表演艺术以户外剧场形式炸到大台南各个区域，让市民朋友会当近距离接触到艺术表演，嘛会当熟悉到无同的表演团体。举办在当以来，办理过338场演出，累积将近24万人次的观众。今年的闭幕场演出团体将由亲子家庭上爱的纸风车剧团，再来纸风车的魔法书李东局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个巫婆，而且是一个有经验的巫婆，所以我的名字叫做巫迪。台南市的幅员这么大，但是我们很期待让这个艺术不要有城乡差距，不要有各种的落差。所以说，当很多偏乡的民众没有办法，或者在山边或者在海边没有办法到这个大都会区来观赏高品质、高水准的艺术表演的时候，我们没关系，我们就下乡叫做艺术禁区，前进到各个区域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表演都是非常非常高品质，而且这个非常脍炙人口，也非常让民众喜欢的。就像纸风车当初的300多场偏乡下乡一样，这一类的发想正好跟台南市政府的构想不谋而合。纸风车的魔法书11月27日暗时6点半，将伫咧麻豆区曾文农工户外演出。文化局欢迎市民朋友全家大小做伙来，体验纸风车剧团炸来的欢喜趣味。那还等什么？那我们就立刻出发喽！拜拜！拜拜！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